好，你们先练手，先练手。回上 A 区，我告诉你，不能变成公式奖品。好，第三队是我们的文化协进会，请再派代表。第四队是两岸经济交流协会，请再派代表。文化协进会，请派10位代表。好，我们第7轮比赛。文化，赶快！女孩子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没有关系啊。你的棒子给妈妈，你的棒子给妈妈。